新劇《城寨英雄》播出短短1個星期，經已引起觀眾追劇熱潮啦。唔少網民都大讚幾位男主角打得有型又好睇啊！劇中各人嘅關係錯綜複雜，集集都打過你死我活㗎。不過呢日宣傳活動上，劇中一眾演員就玩到忘晒形 ，friend 過打 band。咁你睇胡定欣、陳展鵬、袁偉豪、劉佩玥、伍允龍、吳家樂、林子善同林穎彤個個都使出渾身解數啊！咁除咗大玩腰上 sit up 之外伍允龍仲示範咩叫力的表現啊！孭起阿 Ben 做拳上壓添啊！至於定欣同 Jin Pan 就首次現場合唱劇中嘅片尾曲，明明係首情歌嚟噶嘛啊！有乜解救呢？佢哋越唱就笑得越大聲嘅呢？好笑咯！點解好笑咧？唱下片，我唱咗佢嗰啲喎，佢要唱咗我嗰啲喎。今次係第一次演，證明我真係好熟嘅，其實係咪先？係邊個唔熟咧？其實真係冇唔熟，冇其他演員唔熟。日前定欣承認同音樂人陳明道已經分咗手1個月，而定欣表示早前同炮嫂胡培慧同黃智雯去咗英國旅行散心，心情已經完全冇事。咁呢日就係佢公開分手之後首次出席活動，見佢笑得咁開心，相信大家都唔使再擔心啦。我都要問下定欣啊，今日好多記者朋友都關心你嘅感情事啊，係你哋講下而家嘅感情狀況。OK 啊，OK，係唔使擔心。係心情有冇受到影響？冇啊，今日宣傳好開心，即係唔使擔心咁多咯。係啊，所有嘢都好好。有追開呢套劇嘅觀眾就知呢個星期最緊張嘅，當然就係劇中由 Bella 飾演嘅音音命運如何啦。Jin Pan 透露嚟緊，因為音音嘅命運呢，定欣將會有一場超視後嘅演出啊！我覺得係一個超視後嘅演出咯，因為大家佢拍完嗰套戲，演完嗰場戲，我哋都個個拍晒手掌，咁所以就唔使望住我，係咪大家望住我得啦？我講嘅，係咪自己幾期待嗰場戲出街？期待嗰場戲係我拍嘅時候都係第一場要有動作嘅戲。講第一個禮拜最大嘅一個爆點，未必都係嗰場。除咗 Bella 嘅演出大獲好評之外劇中做阿 Ben 師弟嘅李日升同樣都係備受注目嘅。咁呢日留咗 show man 爆嘅阿 Ben 就話，希望可以用自己嘅經驗幫一班新演員發揮得更加好啊！有陣時即係唔好話新演員，就算我哋自己埋位都會有陣時都會喺某啲情況底下會有啲壓力嘅。咁而家即係拍呢套《城寨英雄》嘅時間，會見到有啲訓練班嘅同學或者有啲後輩啲嘅同學嚟到嘅時間，都會盡量想幫佢哋去完成得好件事咯。多謝豪哥關照，多謝豪哥關照。我冇幫過你喎，但係。阿 Moon 同伍允龍呢對緋聞情侶一啲都冇避忌嘅，台上菲力就孭起阿 Moon 做拳上壓，台下兩個一齊做訪問，一樣都係甜到流嘅。先孭人孭得太辛苦啦。係咯，唔係好辛苦嘅啫，唔係好辛苦，一啲都唔辛苦。其實今日一啲都唔辛苦啊，好舒服啊。係啊，頭先玩得開唔開心啊？唔係，我其實係驚整親佢啫。咁我又唔係即係好嬌小玲瓏，好似阿 Bella 咁樣。咁我都驚，哇！坐喺佢度，佢仲要即係做掌上壓，咁都驚嘅。咁所以就住佢咯。我驚佢唔得。驚你唔得喎。唉，爭啲唔得㗎啦。